再来看高雄林园的中文渔港，在长期以来是因为空间无够停船，所以并若风台来就会影响到船只的安全。高雄市争取3亿外的经费，目前是当咧施工混跨，按算今年8月份就会当启用，未来会当停90只渔船。林园区的中分渔港新规划水域，工人当咧施工，嘛有人咧踩毁壁倒，这是要完工的渔船停靠区。林园另外2座港埔散尾渔港，因为积沙严重，渔船大部分拢会停伫中分渔港。渔民就讲，近摆风台马来，港内根本停袂落，渔港上济会当停780只的船，渔船拢会陆续卡着。包括迄个线尾、东线、西线、北线的船，拢往这边过啦。啊，造成船啊，坐拢会烧壳，迄船啊，拢会足紧就损害啦。嘛是去这个客啊，无免啊，若无就使高雄啊。几年前啊，迄阵时拢若去台风的位遮来哦，都拢提早拢使遐票风啊。为了解决问题，高雄市向渔业署争取3亿外来扩建渔船区，按算8月启用。新建的码头总长有672公尺，水域面积有2.8公顷，会当停90只渔船，疏解原地气小的状况。另外，因为渔港无修理渔船的上架场，过去船拢爱驶到屏东才通修理，即摆也会增建上架场，规划收船的所在。这港埔渔港和线尾渔港其实拢迄个陆公霾啊，太足济吼。所以长久以来也无法度解决吼，因为这个海流的问题，渔民当中的渔港只有规个坑里这个中分渔港，但是偏偏就是伊的位无够。新建新的鱼市场大楼及渔货拍卖场，目前由海洋局进行需求计划书制作中。将尽速函送中央争取预算补助。除了中分渔港的增建解决停船问题，未来林园有捷运通过，地方毋忙会当发展观光。海洋局也针对渔会大楼甲渔会拍卖场提出相关的计划书，向渔业署争取补助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